乡亲啊，倒一种的便当热量上悬嘞？讲第一名是这个控肉便当，热量超过1000大卡。油金的烧鸭、油鸡，搁淋这个肉汁，这出三宝饭是袂少食外口的人真喜欢的料理。要搁讲到伊的热量，营养师认为这是国民美食的第3名。热量排的头一名是控肉饭，有1057大卡；咖喱饭排第2，973大卡；第3名就是三宝饭960大卡。也搁有营养师认为讲，三宝饭的热量可能唔那安尼尔。比较热量高的会是落在那种零油的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像我们的三宝饭的便当，那它的那个肉类啦、它的菜还有它的饭，其实里面都有淋所谓的油脂，这种热量大概会落在1000到1200大卡左右。营养师将热量分做3类，头一个是燃油的，包括三宝饭、卤肉便当等等，平均的热量有1000到1200大卡。第2名是有牵羹像肉羹饭等等，这热量有800大卡。虽然是正路的便当，热量有800到900大卡，连一个炒饭嘛，可能因为伊的油有较济，热量冲到700到800大卡。啊，那肉粽干那一粒的热量就500到600大卡，而且用煮米的，较好造成血糖秤悬，那你免了食较健康。通常便当的饭大概都是2碗饭，所以你可以减半。比如说便当的饭你可以减半，然后另外上面不要淋油脂。除了饭莫食遐济，莫加食青菜，也是讲选择鸡肉、鱼肉等等为主食的便当，那呢唔那食会饱，嘛会使降低咱身体负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